香港每日有超過500萬個膠樽被棄置。若市民大眾從一開始並冇正確分類，大部分嘅膠樽最終都會被直接送到堆填區。而基石環保嘅智能膠樽回收機具備自動分類系統、稱重、條碼掃描同埋形狀識別等多重辨識功能，確保市民投入嘅每個膠樽、鋁罐或者紙包飲品盒係已經清空，得到妥善分類回收。成功回收嘅飲品容器會被壓縮同埋暫存喺機內，並按時收集運送到本地回收商循環再造。源頭分類乾淨回收，方便末端處理破碎、清洗同埋分離嘅工序，將回收物料轉化成為原材料，升級再造新嘅產品。飲品容器屬於可回收物，希望大家一齊參與社區乾淨有賞回收，源頭減廢啦！